哪一位練馬師你以為更會訓練馬匹？資深的或是年輕的？是外籍的定或是本地華人？個馬殺上嘅勢相當勁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得贏出呢場賽事，第二名噶嘛，有得贏，第三名亮天下同埋埋邊嗰隻韋小寶好有機會贏馬。第二名嘅馬咧，中間有奮鬥心入子，贏賽馬投注從來不是靠運氣。練馬師接收別購的轉倉馬後，能否迅速提升戰力，往往藏着巨大的獲利密碼。今天我們就用一份真實的轉倉數據表，帶你一步一步拆解哪些練馬師值得重注，哪些應該避開。這份表格記錄了22位練馬師轉倉馬匹後的表現。關鍵欄位包括轉倉之馬匹數目、樣本量、轉倉初出即勝、首戰即勝場次、轉倉後總勝出數及總出賽次數、獨贏派彩回報。假設每場投注1元的總回收、回報率、總派彩除以總出賽，以及專注於首戰的即勝回報率，看懂這些數字，就等於掌握了練馬師的改造能力。我們將樣本數少於5匹馬的數據先過濾掉，避免雜訊。結果發現，首選核心標的沈集成8匹轉倉馬，總出賽27次，總回報率高達 3.10， 等於投注1元平均回收 3.1 元，淨利 210%， 而且他的即勝回報率也有 2.7， 代表首戰就具備搏殺能力。長期穩定之選貴福特，雖然回報率僅 1.35， 但樣本數多達27匹，統計最可靠，適合長期關注。高風險博冷丁冠豪，總回報率 4.57， 即勝回報率更是驚人的 19.4， 但只有5匹馬，純粹是爆冷巧合，只適合首戰極輕注試探。而伍鵬志的 3.3 回報率看似不錯，但樣本有5匹，但一勝有59倍回報是意外不足取，暫時忽略。廖康銘初出即勝回報 1.4， 只能個別考慮。最後我們也整理出負回報清單：黎超星 0.19， 毛偉傑 0.2， 姚本輝 0.23， 羅富全 0.38， 鄭俊偉 0.50。 這些練馬師的轉倉馬，長期投注必輸，務必跳過。參照流程圖可清晰知道投注策略。根據以上分析，我們制定3層策略：核心重注沈集成，每次轉倉馬首戰可設定較高注碼；長期均注貴福特，穩定獲利，適合納入過關膽；輕注試探丁冠豪，僅限首戰，且注碼控制在總資金的1%以內。同時將回報率低於 1.0 的練馬師設為黑名單，不碰其轉倉馬。記住，數據只是輔助，實戰仍需搭配臨場狀態、排位及賠率變動，但這套統計過濾器能顯著提升你的長期勝率。最後介紹賽季後轉倉馬，包括轉沈集成的勇者為王，貴福特的另一匹轉倉馬勁進奔騰，丁冠豪就有幸運星球、冀跑得及超勝無敵3匹轉倉馬，其中勇者為王上季初以2勝，應該可以看好。其他開季後再考慮，可以翻看勇者為王上季贏馬視頻。準備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紅衣財神啊，咁啊見到外邊啊勇者為王好大步好大隻走咗上去啦。第3位奇異歡星啦，第4位外邊啊快活同盟啊，外邊呢紫色衫仲有不勞而獲啦，內欄啊黃黑格仔衫嘅風火猴王馬林，中間白衫橙帽呢，咁啊仲有金風萬里啊。後啲嘅馬匹海鑽石啦，尾4係挺秀宏利啊，後邊嗰3匹馬啦，尾3幸運奇兵啊藍衫噶，殿後一隊有順義同埋眼健康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彎
入直路咁滯啦。勇者為王就貼欄放啊，跟住第2位快活同盟啦，埋邊第3有紅衣財神啊，中間第4有奇異歡聲，埋邊風火猴王啊，馬林中間橙帽咧，仲有金風萬里啦，攞出外邊衝啦，咁啊有奇異歡聲，出邊不勞而獲，大外檔啊係幸運奇兵嚟㗎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勇者為王咧拋離咗個幾身米，奇異歡聲中間追，大外檔上嚟啊係幸運奇兵啊，再喺馬林中間做個海鑽石嗰啲嘛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勇者為王有少少嗌咗出嚟啊，但係都拋離2個身米贏緊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㗎嘛係幸運奇兵啊，奇異歡聲第3，海鑽石外邊追翻個第4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勇者為王，縱使就排咗個外檔起步啦，咁但係能夠搶咗喺前面走，大步大隻，咁啊結果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啊，第2名嘅話追上嚟，外邊幸運奇兵，第3